周姑娘，我讀中小學嘅時候一直都有用呢個學生八達通。我今年升讀大學啦，我想問呢，我仲可唔可以用呢個學生八達通啊？我未有能力賺錢，如果每月俾咁多錢搭車，對我嚟講呢都係一個好大嘅經濟負擔嚟㗎。明白你嘅擔心嘅，你唔使擔心。凡係年齡喺25歲或者以下就讀全日制課程嘅學生呢，都可以繼續咧向呢個港鐵咧申請學生身份嘅個人八達通㗎。咁我就放心晒啦。仲有啊，你如果符合入息審查，仲可以向呢個學生資助辦事處繼續申請呢個學生車船津貼添。咁點先有呢個申請資格啊？只要你係全日制學生，通過入息審查，簡單嚟講呢，就係喺你中小學嘅時候，你獲批呢個全額或者半額嘅書簿車船津貼嘅話呢，就一定合資格申請㗎啦。仲有嘅就係你住嘅地點同上課嘅地點距離超過10分鐘嘅步行時間，要搭車返學就可以申請，同時仲可以申請上網費嘅津貼添。我係殘疾人士，又可唔可以繼續用殘疾人士2蚊搭車優惠呢？當然可以啦，殘疾人士嘅搭車優惠係同殘疾情況掛鈎嘅，而唔係資產同入息，所以係可以繼續使用㗎。至於呢個車船津貼咧，就同全港一般嘅學生一樣，都係計你嘅入息同埋資產嘅。